上世紀90年代，香港即將回歸祖國。喺呢一個歷史性嘅轉折點，為咗凝聚一群愛國愛港嘅海關人員，團結一致爭取權益，香港海關人員總會應運而生。我哋係香港海關人員總會，我哋係成立於1995年3月3日。我哋係工聯會嘅屬會。我哋由創會到而家由幾十人，直至而家發展咗超過差唔多30年啦。我哋嘅會員人數咧就不斷咁上升。海關人總會嘅前身咧就係政府僱員工會海關聯絡組。因為當時未成後一個工會啦，只係做一個工會嘅下邊一個分組嚟嘅。我哋嘅前嘅主席咧鄭中偉先生啦，亦都係兼任當時工聯會嘅副理事長。佢覺得咧，同我傾嘅時候覺得，既然我哋有一班來自海關唔同職級嘅同事加入咗政府僱員工會，係咪可以有效聯繫佢哋，組成一個以海關人員嘅工會，更加有效咁樣去發展同埋爭取權益呢？我哋嘅初衷就希望咧，香港咧面臨即將要回歸祖國，我哋應該建立一個愛國嘅紀律部隊工會。喺呢一方面咧，就有效地團結海關各職級嘅同事。其實初成立工會嘅時候，我哋咧當時咧受到港英管治啦。當時海關部門嘅管理階層咧都要召見我，就問我哋點解會成立工會。雖然當時受到一啲壓力，但呢個壓力咧都係俾到我哋嘅動力。我哋好幾個月就迅速發展到咧有400幾會員。香港海關人員總會成立至今，一直不忘初衷，致力服務會員，與政府部門合作，為海關人員推動更完善嘅福利政策，維護權益。喺1997年嘅時候，機場即將要搬去赤鱲角啟德機場，我哋咧做咗一個問卷調查，得嚟嘅結果之後咧，大部分人都支持2個早更、2個中更、2個通宵更，攞我哋嘅同事嘅意見俾海關部門嘅反映之後咧，佢哋接納咗我哋意見。好多同事咧結咗婚，等好多年都冇得住。喺2000年之後咧，海關咧就爭取有幾個點嘅宿舍就係魷魚灣宿舍啦、茅湖仔宿舍啦。當時咧亦都得到咧地區人士嘅諒解啦。同時咧就多次會議同埋部門嘅管理階層咧，足以爭取到魷魚灣宿舍、茅湖仔宿舍嘅落成，令到我舒緩咗我哋嘅同事居住嘅問題。以往海關行政同埋調查科系嘅辦公室分散喺全港各地，部門間嘅協調同埋溝通存在一定嘅挑戰。後邊提出用土地興建海關大樓，前輩喺會議度咧就陳述咗海關人員嘅訴求，希望咧有一個海關總部，歸納海關唔同嘅工作崗位，成立一個大樓，喺入邊集中工作，提升海關嘅運作效率，亦都有利於資源調配。最後，管理階層喺區議會裏面大比數通過，令到海關可以喺北角渣華道興建海關大樓。有賴前輩們嘅積極向政府爭取，我哋今日可以享有現代化嘅工作環境同埋便利嘅設施，繼續為社會服務。通過工會呢個平台，可以通過去內地嘅學習過程入邊，對國情嘅認識，對國家嘅民族概念更加加深。呢個我作為海關人員總會紀律部隊嘅工會，係更加需要學習呢個國情港情咁樣。除咗內地之外，我哋更加希望透過兩岸三地活動，去到澳門海關、台灣海關進行交流活動，增進對國情嘅認識。喺過去20幾年嘅工會工作入邊我哋都好多時從內地啦，以至到去台灣訪問，希望目的將我哋嘅會員能夠擴闊視野。喺為港服務方面，香港海關人員總會都不遺餘力，組織義工團隊，並藉此發展會員。因為疫情關係啦，咁我哋香港海關人員總會我哋關總啦，招募咗好多會員啦，同埋義工嚟派發一啲抗疫嘅物資啦。咁我哋分別喺我哋嘅5·1勞動節裏面啦，喺11
嘅國慶嘅活動裏面啦，我哋咧都會協助咧主辦機構咧擔任一啲督察嘅工作。咁喺透過義工活動之後咧，我哋咧喺發展新會員同埋鞏固舊會員咧，都得到好好嘅成效。咁工聯會咧都特別咧頒發咗一個傑出工會亞軍嘅獎狀俾我哋個工會。香港海關人員總會成立多年，迅速成為聯繫海關人員嘅重要平台。總會始終以愛國愛港為核心，與時俱進，為香港嘅繁榮穩定同埋國家嘅長遠發展貢獻力量。首要目標就係要維護員工權益，喺未來日子入邊都要密切聯繫我哋個會員，掌握會員嘅訴求。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係必然㗎啦，但係咧公務員嘅權益工作一定係站喺工會嘅立場入邊去爭取合理權益。我會覺得咧，我哋嘅工會咧會好似一個大家庭咁樣，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個人嘅力量好細，但係10個人一個團體嘅力量可以好大。時代咧就不斷進步嘅，咁工會咧都需要轉型革新，因為咧始終咧會員咧最重要、最寶貴嘅時間。咁所以咧，我希望咧日後咧工會辦嘅所有活動咧，都覺會員嚟參加咧，覺得咧花咗時間落工會參加工會活動咧，係覺得值得嘅。希望咧我哋工會嘅會務嘅發展咧，就人數咧越嚟越多啦。為咗國家嘅發展，我哋香港海關人員總會會作出應有嘅貢獻。香港海關人員總會會務蒸蒸日上，大展宏圖。